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领域，但我们也是在同行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和关仔有关系啊？晶晶，我有点难受。怎么了？关仔他欺负你，我打他去。那嫂子就不会帮着你了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一到研究所就被分到了关仔的组里，几个信号都是他带着我做的，包括现在的预言信号。几年前他生病，把他托付给了我。现在他病好了回来，我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干了，可他提出他要离开左世豪。为什么呀？他说对他来说没有挑战了，还有身体的原因。所以你难过的是，以后不能跟关仔做同一个信号了，对吗？换成我，也许也会这么做，只是太遗憾了。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，我还有很多同事，大家在一起努力，但是有关仔在，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们从事深空探索的意义，探索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，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生命，寻找新的能源，甚至新的家园，增加人类文明延续的几率。我记得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所以不管未来关仔他会干什么，你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呀。虽然你们不再负责同一个型号，但你们还是在并肩同行，就像我和你一样。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领域，但我们也是在同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不要遗憾了，反正遗憾也没什么用，关仔他才不会改主意呢。因为关仔经常斗嘴，倒是很了解他。那我们回家。